網傳于夢龍同埋范世琦係多年嘅好友，但係于夢龍識人不清，導致非常嚴重嘅後果，被范世琦出賣迫害。呢件事亦都警示咗我哋識得睇人有幾咁重要。識人術係需要學習思考同埋經驗嘅，如果唔係到咗60-70歲都唔識睇噶。除咗嗰啲具體嘅技巧、面相術同埋口訣之外，最直觀嘅就係一個人嘅眼神，呢個係呃唔到人嘅。而家網上嗰啲教睇面相嘅都係講皮毛，又容易出錯，所以我哋從啲直觀又唔可以認識嘅方向去學習，可能快啲易啲。考下大家喺冇任何理論知識嘅情況下，你哋係點樣睇咁樣嘅眼神呢？上面嗰啲片段係來自小紅書5月份嘅一篇筆記，同而家大家知道佢為人如何，所以對佢嘅評價都係話佢眼神好可怕唔同。嗰時嘅評論大家可以睇到，都係話佢好靚仔，氣質獨一份，超級愛，為咗佢睇完成部劇。其實媒體嘅輿論同埋風向真係會改變大家對一個公眾人物嘅睇法。同樣喺自己生活環境入邊都係咁樣，喺家族中、喺公司入邊或者喺朋友圈嗰度，好多人話呢個人係個老實人，或者話嗰個人好講義氣。但有時候有可能遲啲爆出，其實佢有暴力傾向，或者佢係一個騙徒。大家仔細睇下佢嘅眼神，你咩感覺？如果你接受唔到呢個眼神嘅話，咁你或者可以唔受輿論嘅影響，之後再睇人，相信少少自己嘅直覺。而家藝人大部分都係俊男美女，同埋仲有化妝或者整容嘅影響，所以面相上好似有典型嘅惡人嘅特徵。而微整形亦都成為咗而家普通人覺得好平常嘅事。但係眼神係唔可以時刻掩飾嘅，有閱歷或者善良嘅人會自然咁排斥呢種眼神，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崇拜嗰種睇唔起一切嘅眼神。無論點，有呢種眼神嘅人心胸都係好狹窄，而且好記仇嘅。仲有頻率同埋氣場都係掩飾唔到嘅。不過我哋從屏幕入邊睇係感受唔到呢啲具體嘅信息嘅。當然可以分析微表情同埋言行一致，呢兩個亦都係唔可以掩飾嘅。仲有一個比較好又好簡單嘅判斷方法，不過前提係要對自己或者對人哋有一個正確嘅認識。如果自己係一個好正直善良嘅人，咁見到一個人覺得好唔舒服，唔想靠近嘅時候，咁呢個人可能心存惡念。但係如果自己係一個妒忌心好重嘅人，或者係一個好記仇嘅人，想害嗰個人就應該係一個好好嘅人啦。同理，如果一個好正直正義嘅人評價另外一個人唔係咁好，咁呢個人就唔適合做朋友啦。最後就要提醒警惕一種人，就係好人壞人都話佢好好嘅人。呢種所謂嘅大好人係絕對唔可以做朋友噶。